汤圆八德高城市过一排铁厝，今日透早就火烧，这消防局赶去救人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不过这现场因为烟真高，风味可能是有歹味。八德汤圆中立计共有31个里的民众，就尽量踮咧厝内，窗仔门关好。大火现场乌烟冲天，桃园市八德区高社2街22号透早6点外发生火警，几多间烧连的铁皮厝导火，消防局赶来现场拍火，好在在内面无人，也无人受伤。起床要出门运动，然后就看到这房子开始冒烟了，然后赶快拨打电话报警，黑烟冒得蛮浓的，是感觉很恐怖。这一案总共出动19车47人来处理这场灾害。主要是有6栋的严重起皮，有火灾的情况。发生火警6栋烧连的铁皮厝是村库，内面放3C类的产品，亲像是手机一种荧幕，还有一寡线材。现场无看板或者是公司的名，导火原因甲损失还佫伫咧调查。下风处的一些影响的区域，包含桃园区、八德区，还有中坜区的一个部分的里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我们随即启动内部的一个通报机制。对铁皮厝导火了的乌烟，环保局用电脑模拟发生意外现场，风是吹东北风，风速1秒钟5公尺。伫咧风尾八德4个里、桃园3个里、中立24个里，可能会闻到臭味。提醒较敏感的族群，还有老人、囡仔，尽量踮伫咧厝内。环保局也讲，因为火已经拍花，空气污染的情形也会慢慢消退，民众唔免惊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